要下恩呢，先來認識一下，等一下上課會用到嘅詞彙，大家記得愛聽定有冇？創造補助，創造補助，創造補助，專線，專線，專線，符合資格，符合資格，符合資格，輔具，輔具，輔具。第五個呢，輪椅，輪椅，輪椅。第六個，助行器，助行器，助行器。白妹你好，我想買助行器，聽講政府有補助。錯噶，你做得打1966，也係創造專線。做乜嘅愛打電話？你做唔得讓我退休咩？也係專門嘅電話，但係就會有專門嘅人老人服務。咁樣就做得現場補助咧係麼？專人會根據你嘅情況提供補助。有人冇人，係咁樣就當利騙咯。係講生活都有乜嘅問題，但係唔方便嘅地方，都做得打電話來。唔是寫你哦。你來學習一下自己常用嘅對話。首先，你係專線，這是專線，這是你係專線，專線，專線。這個專線。這天愛學起來，一定要學起來。我們生活中在公務部門常常會用到這個詞彙。那整句呢？這是專線，你係專線，你係專線。下一句，打去就會有專門嘅人讓你服務，打去就會有專人替您服務。打去，打去。這時候的打去指的是電話，打過去，打去，就會有，專門的人，專門感應，專門感應，替您服務，讓你服務，讓你服務。整句來試試看，這句有點難。打去就會有專門感應，讓你服務。再一次哦，整句哦，請你跟着我念。打去就會有專門感應讓你服務。最每一句，專人會根據你嘅情況提供補助。專人會根據您的情況提供補助。專人、專人會根據您的情況，你嘅情況，提供補助，整句哦，專人會根據你嘅情況提供補助。再一次哦，專人會根據你嘅情況提供補助。以上是我們這個單元的常用句型的練習，記得多聽多練習。